罗马帝国衰亡史。大学要看的原文书大学历史系，成大历史系，这以前呢，60几年代那个时候，要看的原文书原文书哦，这个是有翻译本。怎么这么多内容？那个价格都是人民币哦，换算成台币要乘以5。折算要折算世间财物身外物啊，只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。要找到重点啊，中心要点啊，思想中心有中心思想。时间精力都有限啊，赶快找到名师指点，得三宝心法，孔孟圣道三宝心法，赶快开智慧啊，找到灵性活性真主人啊，找到灵性的真我，还有修办道了，吃素修行，行功了愿啊，行功立德了，将来超脱生死轮回，不用轮回转世，生老病死，啰啰嗦嗦，烦恼辛苦啊。那是根本之道啊，也是康庄大道。希望愿意走，希望有缘人能够愿意走啊，遇到名师开智慧啊。